当时之下，能够和《孙子兵法》相提并论的，只有一部奇书，名曰《乐毅百战书》。不知道这部兵书，子龙你听说过没有？啊，恕赵云才疏学浅，并无耳闻。既然大人这么关心这本书，莫非和这本书有什么渊源吗？那倒没有，我只不过是略有耳闻罢了。子龙，如果今后你能够得到这本兵书，一定要详加研读，相信一定会让你的枪法和兵法都更进一层。来，请用茶。请。爹，我回来了。哦，我摘了好多野果子呢。飞燕呢？啊？你来，爹有话跟你说。哦。爹，有何吩咐啊？我想了一整晚，这样躲着也不是长久之计。更重要的是，得尽快把高泽与夏侯杰相互勾结的事告诉子龙，好叫他有所防范呢。那爹的意思是？爹这腿伤，不宜行动，这事儿得你去办。飞燕呢？爹让你立刻下山找到子龙，同时把这本兵书交给他。可是，爹，你受了这么重的伤，我不能把你一个人丢在这儿啊。我不要紧，这山中我布满了捕兽的陷阱，耿纯若带人前来，有他们的苦头吃。万一他们误打误撞呢？哎呀，你放心，他们的目的是兵书，得不到兵书，他们不会拿我怎么样的。爹，哎呀，飞燕呐，你听爹说，这兵书啊至关重要。高泽为人阴险，夏侯杰更是心术不正。此书若落到他们二人手中，必定会引起祸端，到时候不知道会有多少无辜的人会受到牵连。若遇到什么意外，就算是拼了性命，也要保住兵书。可是爹，女儿舍不得你，放心不下呀。别再迟疑了，爹听你的话，好好照顾自己。爹知道后山有条秘境，爹带你走。爹，小心点。爹，啊，你就从这条路一直下去，约莫2个时辰，就出了县界，明白吗？我明白。可是爹啊，子龙走后一直杳无音信，我该上哪儿去找他呀？这点我想过了。子龙的行踪，有一个人一定知道。夏侯青衣。对，我相信子龙，无论走到哪里，都不会舍下他的心上人。你不妨去一下郡治，向青衣姑娘打听一下子龙的下落。不过你要小心，避开夏侯杰。明白。走吧。爹，你一定要保重。等我见了子龙，就立刻赶回来。哎呀，你不用担心。爹，你答应女儿，一定要等我回来。快走吧。
我走了。走吧。爹。走吧。李叔，没想到你把事情搞得这么复杂，给我添了许多麻烦。你是来做个了断的？这地方够隐秘啊！我的人为了搜捕你父女俩，真是损兵折将啊！呵呵，最终还是被你找到了。哼，我曾经说过，这个地方除了禽兽偶尔闯入，平常人是找不到的。结果，你错了，我不是禽兽，人有时候为达目的，得做到禽兽不如的境界。真是有自知之明啊！李叔，你把女儿送走了？哎呀，看样子我来迟了一步，无需和你讨论兵书了。哎呀，禽兽不识字，拿来兵书又有何用啊？既然如此，我留你活命又有何用啊？大人，李全虽被我杀了，但我敬他是条好汉，你将他的遗体好生安葬。属下明白。兵书下落不明，我回去向夏侯大人复命。你把衙门看好，别给我惹乱子。啊，是。大人请。这。传令下去，让城外的10万大军守住各个城门，无论是人员、牲口，一律准进不准出，要包围城山，直到他们交出赵子龙为止。诺，郡主，还不快去！郡主不要演了，我们分明一个兵都没带。哎，走吧。小姐，你已经跟赵子龙发下了狠话，怎么不回幽州请兵，却来了常山？你觉得我要向父侯请兵抢赵子龙，他会同意吗？不会。可那赵子龙伤了你的心，难道你就这么轻易原谅他了？谁让我如此大度、善解人意呢？那小姐有什么打算？我的打算是这样的，你看啊，这夏侯青衣将赵子龙拐回常山，是吧？万一不是他爹的意思呢？万一他爹比我爹更看不上赵子龙呢？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出手，把赵子龙夺回幽州。有道理。可是那万一夏侯杰很赏识赵子龙，不肯放人，那可怎么办啊？哪有那么多万一啊？
啊，那么接下来的计划呢？还是填饱肚子再说吧。哦，嗯，走。你说赵子龙会在哪家饭馆啊？都没可能。小姐，你瞪我做什么？这赵公子受了伤，肯定在夏侯府疗伤啊。大家议论一下。那就这家吧。好。哎呀，你们这是何意呀？没去呀，就是。哎，你这个吃白食的无赖乞丐，你再不滚蛋，我就拉你去见官。难怪此话差矣，你怎么随意指赖我是吃白食的呢？你身无分文，不是吃白食的是什么？说这话就没什么见识。哎，各位乡里乡亲都在啊，大家伙儿给评评这个理啊。他这饭店卖米食卖面食，有牛羊荤菜、青蔬素菜。那我们到了店中，那是不是想吃什么我们就点什么呀？哎，这人脑子有问题，我们就不能解点别的吗？有可能。好啊，哎，那你要是有金子，那你就拿出来啊！你说这话就是庸俗之辈，满脑子除了金子就是银子，没别的。我告诉你，在这个世界上，绝对有比金银更有价值的，绝非此等俗物。哦，那敢问您想付什么抵今之日的饭钱呢？我献计。献什么？献计。我判断的没错，这人有病。哎呀，保证你生意兴隆，你只要按我献的计去做，绝对发大财。就我那点饭钱，绝对超他1000万倍。呸！你拿我当3岁孩子呢？来我们这儿，你白吃白喝。你说你来呀，给我打！哎，梁姐，来住手！你们竟敢欺负一个病人！他虽然是傻子，但也是有尊严的。还有你们这些看热闹的，赶紧回去吧，都散开。算了，回去吧。你是谁？这地方还轮不到你来多管闲事。我们家小姐可是幽州。哎，低调。疯子，一群疯子！我哪能搭理你们？去，都滚远点！哎，小姐，你敢骂我？低调低调，我们还是换一家吃吧。走吧。哎呀，二位姑娘请留步。哎呀，你看看，你们搅坏了我今天的好事，那我今天这顿饭就得由你们俩来请了。哎，你这人，明明是我们小姐救了你啊！对，是你们小姐救了我，但是我不会吃白食的，我赐你们一卦。不好意思，我们不会请病人算卦。公孙俊龙，在下无病啊。小姐，我刚才看到小姐身上有玄阙的祥瑞之气护佑，我便断定你是幽州侯公孙瓒的掌上明珠，是也不是啊？你怎么知道？我不但知道你是公孙瓒的掌上明珠，我还知道你是为何人而来的。为何人而来？那这卦是算还是不算？算。那这饭请。不知先生尊姓大名啊？这不重要，小姐，你只要知道你遇到高人就行了，你不用管我姓庞名统字世元啊。不知道小姐知不知道襄阳凤雏，南阳卧龙，二者得其一，必得天下。哦，听起来很厉害的样子。方才你说我为何人而来啊？小姐，午夜观星象，发现南方有个将星东移，其华虽暗，后又有小星东移辅佐之，那我断定你二人必定为某人而至，而且此人对你们来讲很重要。哎，是与不是啊？那是。然后呢？4个字：龙困浅滩。龙困浅滩。谁不知道这董卓死的时候，曹操挟持圣上，龙困浅滩。哎呀，非也。哎，小姐，我所指的龙不是真龙天子的龙，
是小姐你心中的那条龙。哎，我心中的龙。你说赵子龙他有危险？五官星象后不久，袁本初便与公孙伯归会战于盘河，是与不是？哎，盘河会战后不久，将星东移了，忽然变暗，恐非吉兆啊！非吉兆？什么意思啊？也就是说，此将星与天行星同度，其华虽暗，非病即灾啊！那怎么办啊？小姐莫急。他虽然遇到很多的这个凶险，但是遇到贵人相助，必化险为夷啊！那就好。陛下，哎，为何先生双眉深锁？难道有什么变故？此将星须回月相佐，方能渡天行大号之劫。哎呦，我听不明白了，你就直说，我到底要怎么做才能帮赵子龙？简单就4个字：静观其变。那怎么行呢？我怎么能眼睁睁看着赵子龙有危险呢？小姐，将星的危难便是小姐的转机。小姐现在就是按兵不动，等待时机。等时机成熟了，小姐出手相助，化险为夷，到时候你就成了此将星最重要的贵人。那你说说，危机什么时候出现？哎呦，不行了，吵死了！小姐，那个我们卜卦界有一个规定啊，一副卦啊，一顿饭。小姐，今儿，哎呦，吃的太饱了，下次吧，下次再约。下次再约。我还没说完呢。再约。贵人。呵，哎呀，潘好先生，请留步。郡主，我有告诉过你我姓庞名统，字世元吗？这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刚才说的话还没说完。郡主，我刚刚不是跟你说过吗？一顿饭一副卦，我今儿吃太饱，不能连着吃第二个。下次再说啊，下次再说。对了，郡主，我忘告诉你，我怕你下次请我吃饭找不着我人啊。在下给2位指一个去处，沿着这条街往南走，有一个环境优雅、服务一流的馆驿，正适合郡主你这种尊贵身份的人住啊。在下告辞。你走吧。小姐，这姓庞名统，字世元的神神叨叨的，他说的话可信吗？你没听他说吗？我是赵子龙的贵人，一语道破事实，当然可信。小姐，没事吧？你别长眼睛啊！有马了不起啊？我们家小姐养的马比你的还多。这公孙宝月怎么来长山了？赵子龙刚离开幽州，他就追过来。若赵子龙毙命，他为什么还留在此地？难道杜绝刺杀赵子龙失败了？高大人，怎么回事？方才摔倒的姑娘，你可曾看清？跟着他们，有什么动静立刻向我汇报。诺。这。子龙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屋子里有点闷，我出来活动一下。你有伤在身，怎么一点也不懂得照顾自己呢？外面风大，快回屋去吧。来。高大人，高大人，郡守可在府中？老爷知道高大人将至，
你在书房等候，这边请。没想到你这么快就回来了，事情办得怎么样？高则不才，有负岳父所托。难道说兵书不在李全手里？并非如此，我几经试探，兵书确在李全手中。我略施小计，已让李全奉上了兵书，却没想到李全留了一手，给了我假的。假的？哼，高泽，你恃才傲物，聪明绝顶，居然被一个老匹夫轻易给骗了。他给你假的兵书之后呢？你不会就这么轻易的放过他了吧？既然现在兵书还在李全的身上，我自然会有办法去应对。但谁知耿纯未经我同意擅自行事，以至于让他逃掉了。我不听这些解释，无非是一些谢责之词。总之，这件事情被你给办砸了，对吗？岳父暂且息怒，至少目前看来，兵书还只是下落不明而已。给我一点时间，我一定会想办法把兵书弄到手。子龙，感觉好些了吗？还可以，这平常倒是没什么问题，一练功的时候就感觉没有什么力气。也许你体内的毒还未完全排除吧。郎中也说了，你这毒伤要好好的静养才是，千万不能操之过急。怎么可能不着急？盐城还有周大哥一帮兄弟，在军营里都等着我归队，而我却一个人在这里享清福。你这话说的可不对，你受了伤就该好好调养，彻底康复，才能带领弟兄们走更长远的路，不是吗？知道了。赵公子，我家小姐对你的关怀，这是无时无刻呢，而且不仅是在嘴上，还有行动呢。快给她呗。实验。哎呀，东西都带来了，快给她呗。这是我准备了一样东西要送给你。赵公子，这可是我家小姐亲手缝制的哦。我真没有想到，自从我家小姐离开真定县，便四处寻找，耐心缝制。这件战袍可倾注了我家小姐无数的相思之情，还有无数个不眠之夜。现在总算可以亲自送到你手里了。实验，谁让你多嘴的？好，好，好，我多嘴。我看我不仅多嘴，我还多余呢。好啦，你们俩慢慢聊，我去厨房看看药煎好了没有。季莹，你对我的好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回报你。我们之间还需要这些客套话吗？要不你到后面把它换上吧，我好想看你穿上它。好。我见李全如此顽固，已经将他杀了。什么？你将他给杀了？那兵书岂不是石沉大海了？并不是，我动手经过了审慎判断，李全死之前已经安排他的女儿冒险下山，相信兵书此刻应该在他的身上。相较李全这老匹夫，对付一名女子可容易多了。这只是你一厢情愿的想法。幸亏我早做了2手准备。青衣已经将赵云诱骗至我府中。赵云在府中？难道他还活着？你怎么会这么说？难道赵云来长山的途中遭遇埋伏，是你干的？不是的，
小婿根本不知此事。可是据我所知，你和赵云在长山没有什么间隙，相处的还算融洽。难道是为了青衣？不是这样的，岳父多虑了。不管怎么说，我已经把赵云接纳入府中，以礼相待。我想要的，只不过是从他的手上得到兵书的下落。文定，你可千万不要坏了我的全盘计划呀！岳父提醒，小婿铭记于心。既然赵云做客府中，那我理当前往探视。也好，你们去叙叙旧，多亲近亲近。他越把我们当成自己人，队伍就越有力。石燕，高将军，这是给谁送的药？赵云赵公子，他身上有毒伤，正在府中调养。你家小姐呢？她正在屋里和赵公子讲话。带路吧，我正要前去探视。哦。怎么，不合身吗？不，很好看。缝制这些战袍时，我总会猜想你穿上它的模样。如今看来，所有想象都比不上你此刻站在我眼前的样子。青衣，谢谢你。将来我一定要穿上这身衣服，在沙场上建功立业。到时候，我会经常的想起你。这也正是我的用意。沙场建功是你们男人的事，我不能时刻追随。但是，只要你穿上这件战袍，就好比我常伴在你左右。不过，你得答应我一件事。说。房门为何关着？高将军，您别多想，这门应该是我离开时不小心关上的。子龙，我要你记得，当你穿上这袭战袍，在沙场上建功时，务必更加要保重自己。我希望这不只是件战袍，更是我赠你的护身符。答应我，无论经历多少战役，你一定要平安归来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哦，别动。高泽，你……我听闻子龙在府里做客，特意过来探视。不过我来的似乎不是时候。高泽，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赵子龙，你在从军之前可是为人师表的，既然读过圣贤书，就应清楚举止礼仪。孤男寡女闭门独处，你觉得合适吗？高大人，我看你有所误会。我是否误会并不重要，但若传出去，青衣的名声就不太好听了。高泽，你不必在这里小题大做。我与子龙问心无愧，所以我根本不惧怕旁人污蔑。石燕，回房。嗯。
看来子龙兄回到长山，不止被郡守大人奉为上宾，而且还艳福不浅。我和青衣谨守分际，发乎情，止乎礼。文定兄亦是读书人，这么轻率地污蔑一个姑娘家，不应该吧？你难道不知道我与青衣早有婚约？我更知道，你高文定配不上她。你这话倒是不像个受了伤的人。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，这一次能够化险为夷，恐怕让高大人失望了吧？我怎么会失望呢？我还替你高兴呢。此前你在公孙太守帐下功勋显赫，我与百姓引你为傲。眼下这里只有你我二人，何必虚情假意？看来你对高某的误会根深蒂固啊。是不是误会，你我心知肚明。不过我有件事一直想不通。说来听听。当初在真定的时候，你我二人同心协力的抵御山贼，也算建立了不错的友谊。此外，你我并无冤仇，为何你突然反目成仇，处心积虑的要置我于死地？的确，我们之间并无冤仇，可你的存在却成了我的障碍。我所走的每一步每一条路，均在我的掌控之中。可你出现以后，我与青衣的感情受到威胁，你还成为了一个大英雄。不，子龙如今功不成，名不就，恐怕是高大人心胸过于狭隘了。我高泽就是见不得有人超越我，哪怕只有一点迹象，我也要提前防范。于是你收买杜鹃，欲夺我的性命。你记不记得我曾经有说过，有朝一日，我要让你自己来证明，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。想必高兄对这个东西应该很眼熟吧？这是你们高家祖传的玉佩，当初你典当了母环，筹钱来修城墙，因此得到了真定县百姓的拥护和爱戴。现在看来，更像是在沽名钓誉。随后，你用紫环买凶杀人，做起了暗中的勾当。高泽，像你这样的人，可有资格得到真定百姓的拥护？可有资格得到青衣的爱慕？住手！文定，你这是在干什么？岳父，你明知子龙是我府中的贵客，你这么做，未免有失待客之道吧？岳父误会，高泽不过一时手痒，与子龙兄切磋武艺罢了。切磋？文定兄武艺高强，子龙自叹不如。子龙身上有伤，这个时候跟他切磋，未免有趁人之危的嫌疑。小婿知错了，子龙兄，方才失礼，还望见谅。岳父忙着招待贵客，恕小婿告退。子龙，见谅。你不妨前往郡治，向青衣打听一下子龙的下落，但得留心，避开夏侯杰。高将军，文定留步。方才是怎么回事？难道你和赵云之间确有奸细？
我之前便说过，我与他不过是在比武切磋罢了。我看不像。你和赵云有什么恩怨，我姑且不管。但是我要提醒你，我对赵云百般礼遇，无非是希望从他那里得到兵书的下落。你可千万别给我节外生枝，万一打草惊蛇，让他心生警惕，那可就得不偿失了。高则谨遵岳父指示。战！爹顾虑的没错，高泽和夏侯杰果然有所勾结，幸亏没有贸然去侯府，否则是自投罗网了。他怎么在这里砍上烧鸡了？都欠了我好几顿的钱了。去，赶回去。哎，说你呢？哎，我知道你要说什么，你是不是怕我吃白食不给钱呢？哼，你这无赖！哎，我还知道你要说什么。我告诉你，我的吃住一切开销都算在公孙小姐的账上。去吧去吧。你说记就记，人家答应你了。哎呀，我让你记你就记，哪那么废话呀？不说了，这会，人家肯定会答应的。你滚不滚？嗯，我告诉你，滚啊！老板不是警告你，生意的嘛，我又不是不还钱。你看，小子啊！我跟你说，我肯定我。你干什么呢？公孙小姐，这个无赖在我店里白吃白住好几天了。哎，我明白了，庞先生所有的开销都记在本小姐账上。下去。听见了吗？听见了吗？下去！你给我拿2两好酒上来。郡主，你来的太及时了，要不然你的军师就让他们给赶走了。我要是不在这里呢？我跟他是算计好的，介绍我们来这家店就是想骗小姐的钱。哎，这点钱对我不算什么。庞先生，你吃了好酒好菜，是不是应该告诉我点什么？那是当然，那是当然。郡主，午夜观星象，发现将星东移啊，奇华虽亚，而且黑又亮啊。这些你已经说过了。掌柜的，李飞燕。哎呀，宝玉郡主，真没想到会在这里遇见你。飞燕，你怎么来了？啊，我，这位是？哦，这位是。哎，你们不用管我姓庞名统自是人，你们聊你们的啊。别管他，你是来找子龙的吗？我不是来找子龙的。啊，我明白了，上去说。沙场建功是你们男人的事，我不能时刻追随。但是，只要你穿上这件战袍，就好比我常伴在你左右。我希望这不只是件战袍，更是我赠你的护身符。秦怡，你可知道，我答应随你回长山，其实是别有用意。倘若真相真如我猜想的，你我又该何去何从？你待我一片真心，我又怎能负你？秦怡，我真怕来日会伤了你的心。
大哥，刘大哥来了。子龙，几天不见，身体恢复的怎么样了？啊，恢复的差不多了，再有2天就应该没事了。哎，你也不用急，我这次来呢，就是替兄弟们给你报个平安。啊，兄弟们一切还好吗？好呀，我们在军营里，有肉吃，有酒喝，什么都不愁。关键是吧，还有饷银。是吗？啊，我觉得吧，这一次咱们来对地方了。这一次咱们受到的礼遇跟幽州比，那简直是天壤之别啊！练兵在勤，用兵在精。眼前虽然无战事，可我们毕竟是在行军，治军懈怠、贪图安逸，恐怕军心难定啊。若郡守大人真把我们视作郡职，理应勤加操练才对，又怎会让弟兄们过得如此安逸？子龙，我都不知道你在担心什么。郡守礼遇我们，说明他重视你，我们不也是沾了你的光了吗？是大哥，这弟兄们的日子过舒服了，你应该高兴才对啊。我担心。哎呀，大哥，你这药怎么又没吃啊？我去给你热热。不用了。其实我很多天都没有吃药了。有一件事，我放在心里，没有和你们说。我此番来到夏侯府，是为了调查一件事。查什么？我怀疑夏侯杰愿意接纳我，甚至对我如此礼遇，他一定另有企图。他心中似乎有不可告人的秘密。我甚至怀疑，我爹娘的死和他有关。夏侯杰会是杀害师父和师母的凶手？一时尚难定论。所以，大哥是担心这药里面……我吃了2天以后，感觉不大对劲，浑身无力，所以就暗中停了药。如果夏侯杰令郎中在这药里动手脚的话，那就证明他不是个好人。大哥，这事交给我吧，药有没有问题，一查便知。连城，你回到兵营里关照弟兄，不要贪图一时的享乐而懈怠。放心吧。走吧。高将军，李全的女儿李飞燕，你确定是李全的女儿？千真万确。好，你下去吧。喏。若让李飞燕联系上赵云，夺取兵书的事便将暴露。再说这赵云拿到我买凶的证据，对我的一切了然于心，我已经没有必要再隐藏了。看来你我是到了见真章的时候了。气死我了！我早就说这高泽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小姐，什么时候看出来的呀？这你就别管。子龙现在被青衣借进夏侯府，那他一定是身陷危境啊！我才不管呢！就算这个夏侯府是龙潭虎穴，我也要想办法把赵子龙救出来。哎，小姐，宝玉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郡主万万不可莽撞行事啊！你个大男人在门口偷听女人说话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郡主话不能这么说啊！我吃你的，喝你的，住你的，变成了你门下的食客了。郡主遇到危难，我必然要主动前来为你出谋划策呀。小姐，他都能算出我们在这里遇见飞燕姑娘，好像真的有点本事。哎，孺子可教也。那你说说，为什么不让我去夏侯府？我夜观星象。哎，行，这不背了。这郡主，总之赵子龙现在没有燃眉之急，你贸然闯进夏侯府只会坏事。郡主现在应该做的是快说，静观其变。又是静观其变，你就没有别的招了吗？我不允许有任何意外发生，我得为子龙做点什么。小姐，你先别着急啊，若真要救赵子龙，仅凭我们3人之力，恐怕也力不从心啊。对了，双儿姑娘说的对，目前我们应该先找到青衣姑娘，我相信青衣一定会帮助。还青衣呢？赵子龙就是被青衣害成这样的。哎，
姑娘，各位姑娘稍安勿躁，好吧？其实你们现在什么都不用做，你们要想救赵子龙的话，我再赠你们6个字：收拾收拾，马上离开这里。怎么样？这药到底是作何用处的？铜楼、白芷、生地，这几味药都有解毒的功效。哦，那就好。但是这几味就有些奇怪了。怎么说？这毒参本是进补佳品，可用在此方反而会令人气血僵脱。哎，姑娘，服用此方的患者可是习武之人？是，而且武艺高强。那这药可万万不能继续服用了。虽不致丧命，但长期服用此药，会令习武之人气息紊乱，体虚气败的。我知道了，谢谢郎中。哎，姑娘，等等，方才有人让我把这个转交给姑娘。给我的？对，姑娘可是姓赵？哦，正是。那就没错了。谢谢。哎，众星半月清，山外前角凤。西行10里路，龙凤相聚首。好，好了，好，来，哎呀，好了，走，洗干净一点啊。周大哥啊，你干什么呢？啊，打几桶水，让弟兄们冲个凉。哎呀，臭死了！我们跟着子龙，可不能给他丢脸啊。啊，对了，你去看了子龙，他还好吗？他呀，好着呢。哦，天天都有人伺候着。关键是咱们天天有酒有肉的，他反而不开心。这话怎么说？还不是兵书上说的吗？说什么练兵在勤，用兵在精。哎，军爷，有何贵干？军爷，我是良民，军爷有话好好说。军爷，哎呦，几位军爷，有话好说，有话好说。住在这里面的人呢？公孙小姐，他们昨夜就退房走了。走了啊？高大人，您这是干什么呀？我有急事要见郡守大人。高大人，高大人，高大人，你子龙他既然这么说，就一定有他的道理。我觉得他是想多了。你说咱们在这儿待着，总比在公孙瓒那儿当杂役强吧？话可不能这么说。我们来郡治这几日，弟兄们虽然过得安逸，但有些地方的确也有所懈怠。怎么了，将军？将赵云手底下一干人等统统抓起来，反抗者格杀勿论。你带着弟兄们快走，我不走。上！走！我不走，还走！快走，去找子龙！走上！此事当真？赵云这么轻易答应回长山，
我担心有诈，于是派人监视。这封公孙瓒写给他的文书是我手下拦截的。赵云确是公孙瓒派来的细作，想夺走岳父手中的兵符，助他与袁绍对战。公孙瓒在文书中提到，只要赵云盗取兵符，助他夹击袁绍，事成之后便立他为大将军，封以5座城池。这是多大的利诱啊！面对这些，谁不会动心呢？话虽如此，可是小婿知道岳父的顾虑，但两害相权取其轻，乐毅百战术是否在他身上，我们犹未可知。但假设如果真让赵云得到兵符的话，后果不堪设想啊！如果我们抓住赵云，就算他不开口，定会有人为了救他而向我们说出兵书的下落。好，我即刻传令下去，捉拿赵云。我爹为什么要捉拿子龙？我也没听清楚缘由。不行，我得去看看。青衣，你还是留在房间里了。看样子你是有意阻拦我的。告诉我，我爹为何突然下令捉拿子龙？赵子龙乃是公孙瓒的细作，他与幽州的通信被我们拦截下来了。这不可能，子龙不会这样做。我也愿意相信子龙不是这样的人。青衣，你听我说，等我拿下子龙，若当中存在误会，子龙有申辩的机会，我会尽全力证明他的清白。不，我不相信，我要亲自去问清楚。有我在，谁也别想动子龙。高将军，对不住了。扶小姐回房休息。哦。大人，这是何意？赵云，你在我府中，我待你如何？大人待赵云不薄，在下感恩在心。既然我待你不薄，你为何恩将仇报，勾结公孙瓒，甘心当他的细作，伺机盗我兵符？你有什么话可说吗？那你就是认了。来人，拿下！什么？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大人说的对，赵云无话可说。无话可说？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大人这般兴师动众，不惜捏造罪名冤枉赵云，如此看来，我已多说无益。如今想证明你的清白，也不是不可能。你若真的有心忠于我，可以拿出一样东西来证明。大人是不是想要乐毅百战术？子龙，这书真的在你那儿？如果你肯把它交给我，看来这段日子，大人如此善待我，也是因为这个吧？恐怕赵云会让大人失望。就算这个书在赵云手里，我也不会交给你。哼，哈哈哈哈哈！那你就不要怪我翻脸无情了。逆贼赵子龙，叛逆常山，正取确凿。来人，拿下这个奸佞小人！夏侯杰，你为图兵书，不惜陷害我，想必身后定有高人指点。
终于现身了，反贼赵子龙，还不快受死！哎，柳大哥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师妹，怎么受伤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子龙的担心果然应验了，夏侯杰居心不良，要不是周大哥挺身而出，估计我现在已经死在夏侯杰手上了。你是说，周大哥已经……都怪我，没有听信子龙的话，害得周大哥白白送死，无力回天。周大哥的仇，我们一定得报。子龙现在还独自在夏侯府，恐怕凶多吉少啊。对了，我刚刚去了郎中那儿，夏侯杰果然在大哥的药里做了手脚。他们果然要害子龙，置他于死地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呢？事不宜迟，赶快去夏侯府救子龙。嗯。来啊！我高则顶天立地，有你这点不仁之人，不会感激你。我若要杀你，刚才那一枪足以要了你的命。顶天立地4个字，你根本不配。我从来没有想过让你感谢我，是因为我相信上天有眼。你若一意孤行，继续为非作歹，就算我不杀你，我坚信老天也不会饶了你。赵子龙，你不杀我只有一个原因，不是你够仁慈，是你还不够恨我。你这种惺惺作态、自以为是的样子，非常的讨厌。不过没关系，我可以让你更恨我。这是……你不会连你师叔的酒壶也不记得了吧？师叔怎么了？我不妨告诉你，夏侯杰的目的就是那2本兵书。李全为了替你保管兵书，已经死在我的手里。不过你放心，我已经把你的师叔厚葬了。还没听明白？那我就再说清楚一些。李全屋后已经多了一座新坟。张大哥，高泽，放开他！你和我的恩怨，不要牵连别人。你我的恩怨，没错，我跟你之间的恩怨不是你死就是我活。不过今天你没能杀我，会是你今生最大的遗憾。赵子龙，我们之间的这场对决越来越好玩了。
不要追了。子龙，让他走吧。师妹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刚才都怨我。此地不宜久留，我们走吧。嗯，走。子龙，小姐，你醒了。子龙人呢？子龙，小姐，子龙，子龙。